Hello， 大家好。我知今晚咧有新知舊語，咁我要自我介紹，我係香港人網嘅行政總裁 CEO， 大家可以叫我 CEO 卡拉 OK 咁啊，同埋萬總都得嘅。今晚咧，我想多得3個政黨，多謝3個人，同埋分享3件小事。今晚人網7週年啦，我嚟咗人網咧就2年，即係由聽人網，我嘅年資咧係淺過在座嘅人好多嘅。咁第一個要多得嘅呢，嗰個叫民建聯。如果冇民建聯喺前年4月搞嗰個咩18銅人愛樂區，即係一切從音樂開始個時段搞震，林宇陽呢就唔會打電話俾一個唔識嘅人叫慢必，一個過氣 DJ， 一個和尚仔，叫我呢上去人網做節目嘉賓，叫我2點鐘半夜上去。咁啊，嗰次係我哋電台廣播史上呢一個里程碑，就係一個網台係追擊商業電台呢間幾十年嘅老店，而係成功咗嘅。多謝大家，有冇人嗰晚同我哋一齊聽緊？一切從錢銀出發，我哋追擊呢個民建聯最無恥啊！第二個要多得嘅呢，就係你哋最憎嗰個，就叫做民主黨。如果唔係民主黨喺2010年嘅6月23、24、25號通過呢個曾蔭權嘅超錯政改方案呢，我哋呢班後生，即係宇陽、劉墉、袁彌明、星薛醫生同埋我，亦都唔會毅然呢係行前多一步，組成選民力量。今日諗翻，如果當日我哋冇行呢一步，所有人話鬧民主黨都係鬧幾句，之後就係得把口，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無能為力。但係我哋呢班人係真真正正喺蕭生嘅鼓勵之下組成選民力量，係到今日我哋都係要同呢個政改嘅叛徒過唔去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第3個要多得嘅呢，嗰個就係共產黨。因為如果唔係共產黨呢個港共政權越嚟越離譜，今年啊都要多得埋梁振英嘅，佢上台，我哋呢一班人亦唔會排除萬難，放低自己而行出嚟，積極考慮啊！今日仲係講緊積極考慮參與立法會選舉。喺眾多人之中，我嘅犧牲係最少嘅。劉墉係辭咗佢份工，星薛醫生係唔理佢老婆反對，爭啲離婚咁滯。袁彌明係放棄美國國籍，出錢出力。我呢，仲個月出緊蕭生糧，不過我而家呢，就全職去積極考慮參選。要多謝3個人，咁當然第一個係蕭生啦。呢個過氣 DJ 窮酸嘅和尚，今日可以做人網 CEO， 仲係唔使做人網嘅嘢嘅，你話係咪要多謝？幫我俾啲掌聲，蕭生。第二個要多謝嘅係毓民，喺毓民嘅領導之下，我哋幾個組織包括選民力量啦，成立人民力量。有啲人排隊啊，排咗幾廿年啊，都冇得選立法會啊。我哋係只係用2年嘅課仔，喺大家嘅錯愛信任之下，而家可以繼續積極考慮選立法會，係咪要多謝毓民？第3個要多謝係我自私啲，我唔係同劉墉咧去爭袁彌明。但係佢真係為咗我哋犧牲佢嘅國籍，係出錢啦。一陣間佢會講佢嗰個配對基金啊，同埋做埋我哋嘅保姆。我哋屋企而家嗰啲衫褲啊、隻貓啊，佢都有份照顧嘅。幫我俾最熱烈嘅掌聲 ，Erica。無論你去港島定去新東，我哋都係咁開心。跟住分享3件小事，係少少嘅事，係我呢幾日落區遇到嘅。今日落大雨，但我哋大埔區嘅義工團隊呢，係唔放過任何機會，決定去巡街市，俾啲掌聲大埔嘅義工團隊。今日遇到2個新嚟嘅義工，一個佢帶住選民力量嘅襟章，佢話2年之前攞咗呢個襟章，關心時事，但係冇真正行出嚟做義工。今日佢行出嚟幫我哋做義工，我好感謝佢。第二個，佢話我第2次嚟嘅啫，6、4嗰晚喺維園門口同你握個手，被你哋感動咗，所以就行出嚟啦，亦都要俾掌聲呢個朋友。
我想同所有積極考慮參選嘅人分享一個心法。你每一次遇到一個人，無論佢係咪你個區嘅選民，可能嗰一次就係唯一嘅機會，你可以感動到佢，令佢支持人民力量。即使唔係你嘅選區，我有經驗喎，有第二啲區話佢返工撞到慢必，問慢必係咪人民力量，覺得人民力量係非常之努力，所以佢個區呢都會投俾人民力量。而甚或至你一個握手，真誠嘅握手，眼神揮手，係可以令到佢哋做義工，踏出佢哋嘅第一步，唔係單止為人民力量，係為香港民主嘅未來。尤其是我哋感動到更多嘅年青人，可以行多一步，由旁邊學喺側邊睇嘅，到真正參與。參與咗之後呢，你就覺得真係好有意思。希望更多嘅年青人可以一齊參與。第二件小事係琴晚我喺上水去完街站之後，不如去埋粉嶺啦。咁我過埋粉嶺，有一個媽媽帶住兩個仔幫我做義工，佢揸住張支票行過嚟，佢話我哋窮等人家，唔會喊嘅，唔緊要。我話我選到先喊嘅，窮等人家幫唔到幾多。呢張蕭生既然話1配1，我就俾呢張支票你啦。張支票打開係1萬蚊，多謝。第三件小事，你哋有冇成日呢嗰啲咩低息貸款熱線，個個禮拜打嚟幾次問你要唔要啊？咁我次次呢都係吸佢線嘅，但係今次呢，我開始問下佢個息口係點啊，個還款年期係點啊，跟住個借到幾多啊？點解要咁諗？我真係見到我嘅親密戰友，佢哋除咗出力之外，仲出錢。我覺得我淨係出力都唔夠，即使我戶口裏邊冇乜錢，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低息貸款攞定出嚟擺喺度，當個配對基金唔夠嘅時候，我自己都應該拎出嚟配對一下。雖然佢話你做4年立法會咧都還翻嗰筆選舉經費嘅喎，係好戇居嘅喎。咁但係呢個唔係呢個古仔最開心嘅地方，最開心係同我即係碎咗我好耐借錢個成幾個月嗰個人，最後嗰句佢今次見我有興趣問翻佢啲息口啊、金額啊、年期啊，佢就話我會盡量幫你7-1見啦咁樣。多謝所有過去日子、未來3個月繼續支持人網、支持人民力量嘅朋友。我今晚講得太多，多謝。